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业牧师。12月14日，耶稣说：现在你们信吗？我们要读约翰福音16章 RPG 的金句记载在33节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派伯牧师建议我们必须要每天读圣经，提出10个观点中的第4个，透过读经追求圣洁。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圣经，就是有这一位圣洁的主，他启示我们，而他也为我们祷告在我们明天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，我们会读到17节，就是这样说，是耶稣这样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一个人来成圣，追求的圣洁是一个过程，会使我们变得更像基督及追求上帝的圣洁。这不是选择题，这是一定要，因为我们属神的，我们就是有了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前几天我们都已经领受了耶稣要走上十字架荣耀的路之前，他其实为他的门徒，其实也告诉现在的我们，只要我们称为我们是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就是神的门徒，那么我们就是要致力追求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这是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所以我们要能够圣洁，是因为神，靠着神，但是我们是可以靠着主，可以一步一步更像神，迈向那个完全的。我们感谢神，今天他在今天的这一个第16章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他自己亲自说他已经赢了，耶稣赢了，那么我们跟随他的人，我们怎么会输呢？但我们信吗？耶稣今天说：现在你们信吗？信吗？我们若相信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就跟随神。神要透过圣灵来带领我们真认识他。今天16章里面，他持续来说明，来一一来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学生，圣灵来是为主做见证，我们也要在为主做见证，所以圣灵来也帮助我们做见证。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见证，只有圣灵本身就见证我们的见证了。圣灵帮助我们的见证，目的就是要改变世人对主、对救恩的一个观念跟态度，使我们能够成为属神的人，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仇敌的网罗蒙蔽里面出来。因为圣灵要让我们明白，圣灵让我们得到很大的这个好处跟帮助，其实就是在第7节。我们看16章的第7节说：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做什么求就会得着。昨天我们的神在15章在葡萄树里面也告诉我们，而今天16章持续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样子来跟他来连结。而圣灵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跟他来连结，我们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我们可以得到安慰，因为他在我们里面。因为主说，我去对你们是有益处的，我不去
那慰助者、安慰者圣灵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。我去了就差他来，父就差他来。那个最大的宝贝就是可以安慰我们的、助慰我们的、慰助我们的圣灵。圣灵帮助我们是这么的宝贵，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心眼。他安慰、保护与我们同在，他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这几天我们都在讲哦，他启示我们14章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讲，他启示我们、教导我们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有许多事我们不明白、记不得，圣灵来教导我们、提醒跟启示。安心，安心。只要神看我们的是这个心，我们不要想，哎呦，没书啊，我圣经读看看都没记哩啊，牧师又忘记了。圣灵会为我们祷告之外，他会提醒、教导、引导。当然，他是见证。他除了见证耶稣基督、高举耶稣基督、荣耀耶稣基督之外，圣灵要叫我们有悔改。施恩叫人悔改，光照我们。今天在16章8到10节里面，就说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人要被叫醒、苏醒难啊，但圣灵若爱我们，会管教我们，不会放过我们，不放弃我们。所以耶稣为我们使升天所拆下来，目前在我们里面，只要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那真理的圣灵要教导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。说不用担心，我们每天读圣经的经文不懂怎么办，不明白怎么办，圣灵启示我们，慢慢让我们懂。所以圣灵的工作，他所带下来的祝福跟果效太宝贵，对我们的有最大的帮助，让我们醒过来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而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。就是主耶稣，他透过圣灵对那些不信的人，包括我们原来不信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，他用圣灵来使我们归向他。为罪是因为我们曾经不信，或现在有人在不信；为义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，他不再看我们，可是他要差派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因着耶稣死而复活，使我们有那种复活的盼望。为审判是因为这世上的王，是因这世上的王受的审判，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要真真实实面对一个人他的罪行。我们若不认我们的自己罪啊，我们真是可悲啊！没有一个人是对的，没有一个人不得罪神，所以圣灵他没有放过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大家，我们也不要觉得怎么圣灵只有在教导我错，某人都他明明很错很大，主你都不管教他。亲爱的大家，圣灵爱他的话，圣灵一样会责备，圣灵一样会提醒，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。所以我们今天是属神的，属主的，我们就是感谢神，至少我们60分不会不及格。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主，我们说感谢主。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还可以跟神连接，
昨天的经文有讲，我们与神连结在一起，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可以抵抗这世界，因为这世界真的是讨厌我们啊，我们是被讨厌的，因为我们神的公义人没有办法接受，我们属主的就会被世界拒绝。昨天我们也讲了，我们不要稀奇，我们会被逼迫，一定会有苦难，不要怕，这是必然的。主告诉那时候的门徒，也告诉我们，他赐下来的圣灵不只是为我们打预防针，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会讨厌我们，他也为我们打营养针哦，保健针哦，他也为我们打所有的这个需要的抗生素，因为我们已经这个人病很重了，中毒病毒，他也为我们打这一些针，使我们能够在仇敌的网络中活起来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。那么我们跟随他的人，哪有不得胜的呢？一定要得胜的。圣灵是让我们来经历的，圣灵是要让我们来向神降服的，不是向罪哦。圣灵是让我们被他充满，被他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恳求主帮助我们更认识启示我们圣灵所带来果效，以及我们怎么靠着圣灵来过圣洁的生活。我们经历主在真理里面怎么带领我们，我们活在主的荣耀里面，启示我们，让我们天天有主的圣灵，使我们启动我们领受神的这个应许。神的真理我们实践出来的时候，虽然有抗力，但我们却能够越活，能够越有信心。我们越活出神的真理，我们越能够荣耀神，我们越能够有信心的这个力量。我们一天一天被主来提升，来升级，使人看到我们的改变，一天一天的改变，他们也渴望。因为人生就这么短啊，谁想过必死的人生？没有人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活出福音的大能，活出来人家会羡慕的，带领人能够来真正来认识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一起来默想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有平安。我在难处中或苦难中，是否经历过主里的平安？我怎么样子成为见证？我怎么样去做见证，使人也来接受这个平安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赐给我们平安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，你的名给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奉你的名来祷告。圣灵也启示我们，使我们知道真理，使我们醒悟过来，使我们真知道属神的儿女是何等的美好。谢谢你帮助我们在这世上被讨厌的日子当中，主，我们靠主你，我们能够见证你，你是又真又活，你是死里复活，是相信你的人，我们都能够在主你里面每一天有主你的话语领受，我们心中就甘甜起来，被安慰，真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，何等爱属你的儿女们，而且你爱我们到底，主，我们也要爱你到底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